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加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窗被砸。娃娃 TV。我前一阵子呢有发过一个旧金山有多危险的影片，其中呢我有提到过，在加州呢车窗很容易被砸，如果你车上有看似值钱的东西的话啦。我留言栏里面也有很多小娃娃们都表示也有类似的经验，连电影明星吴彦祖去年6月也在旧金山被砸车，车上东西也全部都被歹徒拿走了。那最近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在加州呢又升级了。以前呢，都是在一些比较不安全的区域才会发生的，但最近呢，在很多好区呢，也都接连传出车窗被砸的案件。那最近呢，这些歹徒呢又有新花招了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车的话呢，你的包包一般都是放在哪里呢？一定是放在副驾驶座上面，对吧？那最近呢，就有很多人都有遇到，在开车行驶当中哦，停红绿灯的时候呢，就有人突然把你副驾驶座的车窗砸碎，然后抢走你的包包。所以我想现在最安全的放包包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副驾驶座的地板了吧？那加州这些砸车贼为什么会这么猖狂呢？我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。原因就是因为加州的第47号法案。47号法案呢，其实就是把部分非暴力的犯罪呢降为轻罪，其中在户外行窃财物价值在950以下呢，就是轻罪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在你在外面偷东西、砸车窗偷东西，甚至是从后面、侧面抢包包，只要价值不到950元，即使被警察抓到了，那也是轻罪，警察也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只能释放你。所以现在很多警察根本不抓砸车的，根本浪费时间而已，抓到呢顶多骂一骂就放走了，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而这个砸车窗呢，比起其他窃盗，不仅成本低、风险低，被抓到也不用被关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去砸。要是我也去砸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所以 Lisa 呢要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一次，到加州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好区或者是坏区呢，车上一定不要放任何东西，不管是行车记录器、GPS、眼镜盒，甚至是连几个零钱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空袋子，也不要放在车子上，因为歹徒怎么会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呢？如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的车窗被砸了，那你不是很衰？换窗户是很贵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下车前呢全部带下车最好。如果带不下车的话呢，最好也放到歹徒看不到的地方，例如后车厢。说到后车厢，我建议大家也最好不要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呢，才开始把东西放到后车厢，因为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看到？说不定歹徒就刚好看到你在放，他等你离开之后，刚好就可以偷你了。另外，如果是到加州玩的朋友们呢，钱跟证件一定要放好，千万不要放在车子里面，不然出事你可是会哭哭的哦。那最后教大家几招来降低被砸车的机会吧。1. 不要在车里面任何醒目的地方放东西。2. 看看地上是不是有碎玻璃片，如果有呢，那这个路段呢就是被砸的高危险区。3. 观察周边店家，安全的地方呢，一般店家都不会加装铁门。相反呢，如果是不安全的地方呢，大部分的店家呢都会装铁门的。4. 如果有室内停车场呢，一定不要停室外，路边停车更是危险，因为在室外呢，歹徒很容易可以跑掉，他可以敲完车拿了东西就跑了。5. 晚上尽量不要去加油站，加州呢都是自助加油，如果小偷要蹲点的话呢，你一下车就很容易变成攻击的对象了。好，那以上5点呢，提供给大家当参考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